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。透早，所有祭司长甲民间的长老斗阵参详，要陷害耶稣，甲伊处死刑。因甲耶稣绑起来，押去交予罗马总督彼拉多。出卖耶稣的犹大看到耶稣已经受定罪，就后悔，摕迄30个银仔去还互遐祭司长甲长老，讲出卖无辜的人，我有罪啦。因应讲，无阮的代志，你家己负责。犹大将遐个银仔迄伫圣殿的内面就离开，去吊死。遐个祭司长将银仔捡起来，讲这是废钱，无应该放入圣殿的金库。因参详了，决定用这个钱去买烧毁人的园，通埋葬出外人。所以迄个园到今仔日还叫做废园。这个代志应验上帝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。因摕迄30个银仔，就是以色列人为着伊估价的价钱，照主所命令我的，去买迄区烧毁人的园。耶稣徛伫总督的面前，总督问伊讲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是无？”耶稣应讲：“这是你讲的。”遐个祭司长甲长老控告耶稣时，因拢无应。后来，彼拉多对伊讲：“因甲你控告遮侪项代志，你敢无听见？”耶稣犹原无甲伊应，连一句嘛无。总督煞感觉非常奇怪。逐年的搬过节，照惯例，总督拢有放一个群众爱放的犯人。迄时拄好有一个大家拢捌的犯人，名叫做耶稣巴拉巴。所以群众聚集的时，彼拉多问因讲：“恁爱我放倒一个互恁？耶稣巴拉巴，还是称作基督的耶稣？”彼拉多知因是因为怨妒，才将耶稣交互伊。彼拉多开庭审问的时，伊的夫人找人来甲伊讲：“迄个义人的代志，你千万毋通插。昨暗我伫迷梦中，因为伊受真侪苦。”遐个祭司长甲长老煽动民众，教因着要求放巴拉巴，甲耶稣处死刑。总督阁问因：“即两个人，恁爱我放倒一个互恁？”因应巴拉巴。彼拉多问因：“安尼，迄个称作基督的耶稣，恁爱我安怎处理？”群众拢应：“甲钉十字架。”彼拉多讲：“是安怎？伊有做甚物歹代志？”因搁较大声发：“甲钉十字架！”彼拉多看已经无采工，用要引起暴动，就摕水伫群众面前洗手，讲：“恁家己负责。”民众拢应讲：“这人的罪罪，阮甲阮的子孙来承担。”彼拉多就放巴拉巴互因，阁命令人用鞭拍耶稣，然后交伊去钉十字架。总督的兵士押耶稣入去总督府，调一全队的兵，甲伊围起来。因将耶稣的衫脱起来，甲伊穿朱红色的长袍，阁用齿仔编一顶王冠，甲戴伫头壳顶，将一支罗笛仔互伊举伫正手。因阁跪伫伊的面前戏人讲：“犹太人的王万岁！”因阁甲伊配喙烂，
举迄支罗德仔摔伊的头壳，因甲伊戏弄了后，将迄领长袍脱起来，佮将伊家己的衫甲穿倒转去，然后交伊去顶十字架。因出去的时，拄着一个古利奈人，名叫做西门，因强迫伊举耶稣的十字架。因到一个所在叫做各各他，就是头壳碗领，就用掺苦胆的酒，互耶稣啉，伊胆一个毋啉。兵士顶耶稣伫十字架了后，抽签分伊的衫，然后坐伫遐固守。因伫伊的头壳顶一个罪状，写讲：即个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有两个强盗甲耶稣做伙顶十字架，一个伫正边，一个伫倒边。对遐经过的人，甲伊侮辱、摇头，讲：你即个人，讲要拆毁圣殿，3日内搁起来，着救你家己。你若是上帝的囝，着对十字架落来。祭司长、经学教师甲长老嘛拢安尼甲伊踢笑讲：伊救别人，无法度救家己。伊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着对十字架落来，咱就信伊。伊信靠上帝，上帝若要救伊，现在着救伊，因为伊讲：我是上帝的囝。甲耶稣做伙顶十字架，迄两个强盗嘛共款甲伊侮辱。对中昼起煞到下晡3点，全地拢黑暗。下晡3点左右，耶稣大声喊：伊利，伊利，拉玛撒巴大尼，意思是：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放杀我？有一寡徛伫遐的人听到讲，这人得叫以利亚。其中有一个人随时走去摕海绵浸酸酒，摆伫路顶仔尾，拄去互耶稣使。其他的人讲：等一下，看以利亚回来甲伊救袂。耶稣搁大声喊一声，开就断。忽然，圣殿内的帐幔对顶到下离做两边，地大震动，石盘壁裂，门嘛开，有真侪已经死去的上帝子民的尸体，拢搁活起来。耶稣搁活以后，遐人对望出来，入去圣城，出现互真侪人看见。迄个军官甲做伙固守耶稣的兵士，看到地动甲所发生的代志，非常惊吓，讲：即个确实是上帝的囝。伫遐有真侪妇人人对远远伫看，因是对加利利缀耶稣来侍候伊的。其中有莫大涅的玛利亚。雅各甲约瑟的老母玛利亚，阁有西比泰两个囝的老母。黄昏的时，有一个阿里马太的好业人来，伊名叫做约瑟，嘛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彼拉多，请求将耶稣的遗体予伊。彼拉多就吩咐人将遗体予伊。约瑟甲耶稣的遗体收落来以后，用清气的油麻布包起来，然后甲伊安葬伫家己的神墓，就是约瑟拍伫石壁面的墓。伊搁过一块大块石来踢伫墓口，才离开。迄时有莫大拉的玛利亚甲别个玛利亚伫遐。坐伫墓的对面，
隔日就是闭办日后迄日，遐个济市长甲法利赛派个人做伙去见彼拉多，讲大人，阮为记得迄个变仙仔咬活地个时捌讲，3日后我会搁活，所以请你下令严守坟墓到第3日，才袂互伊个门徒来偷摕伊个身尸，煞甲民众讲伊已经对死人中搁活。那安尼，即个最后的欺骗会比头一遍的搁较严重。彼拉多甲因讲，恁带卫兵去，尽所话严密固守迄个墓。因就去，用封条封迄块石头，留卫兵伫遐固守。